天堂，你會喺天堂見到乜嘢？一片一片嘅青草地、花海、樹木，色彩美麗到地上嘅世界都顯得失色。你會見到真正嘅住所，聖人們住喺嗰度，佢哋而家已經喺天堂生活緊。記得耶穌喺約翰福音第14章講過嘅話嗎？喺我父嘅家裏有好多住處，已經為你預備好。喺天堂，人會走出嚟彼此相見，互相認得，一齊團契，相交相愛。然後你會見到皇宮、聖殿，天父以可見嘅榮耀坐喺寶座上，天使喺旁邊侍立，基督以他榮耀復活嘅身體站喺度。主耶穌會親自走出嚟，喺城裏同你一齊行。試下想象下，主由皇宮走出嚟，召集所有住喺自己住所裏嘅人，你會被他親自召喚。喺天堂，你會見到伯多祿，佢會喺度行走。你會見到聖母瑪利亞，天主之母皇后。你會見到亞巴郎、伊撒格就喺嗰度，雅各伯亦都喺度。你會認得佢哋，亦可以同佢哋講說話。呢一切唔係幻想，唔係故事，呢一切都係真實嘅。耶穌係真實嘅，他仍然活着。